你正在收聽 One Way Radio 嘅愛靈修節目，呢個係按照 CBN Devotional Daily 多位作者透過上帝話語同埋生活嘅經歷寫成嘅材料，盼望你跟隨主嘅旅程上，每日都得到更新。你生命中最珍貴係啲乜嘢呢？對我哋好多人嚟講，可能係家庭、事業或者舒適嘅生活，但有啲人願意放棄一切嚟去回應上帝嘅呼召。佢哋視上帝為最珍貴嘅珠子，生命中最偉大嘅寶藏，並決心無論經歷啲乜嘢嘅苦難或者恐懼，都要跟隨佢。今日2026年3月17日，每日靈修節目邀請各位聽眾與作者 Jonathan McNabb一齊思想上帝嘅話語，主題係最珍貴的珠子。天國又好似買賣人尋找好珠子，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，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，買了這顆珠子。記載喺馬太福音13章45到46節。願你得享人生中所有的喜悅和好運，願你在彩虹的盡頭找到寶藏。呢個係一句古老嘅愛爾蘭問候語，類似我哋喺節慶當中常聽到嘅問候語，表達咗對充滿喜樂、樂觀同埋美好嘅生活期盼。對世界各地好多人嚟講，呢種愛爾蘭式嘅問候語讓人聯想到聖派崔克節嘅喜慶氛圍。如果我哋稍作思考，就會發現到呢啲問候語背後含着更深層嘅意義。要理解呢一點，我哋需要回顧聖派崔克嘅一生。好多國家都要以佢嘅名字設立咗官方節日。佢係一位傳教士，從第5世紀起就致力於服務愛爾蘭人民。派崔克曾經咁樣講：我心中嘅信念，我所擁有嘅一切都係嚟自上帝。每日清早，佢都會用非常熟悉嘅禱文嚟去禱告：基督與我同在，基督在我前面，基督在我之後，基督在我裏面。對派崔克嚟講，基督就係一切。事實上，佢年輕嘅時候係對上帝一無所知。佢真正與上帝相遇係喺佢生命中最黑暗嘅時期。當時佢嘅家庭被洗劫，佢被擄到愛爾蘭淪為奴隸。正係喺呢段奴役嘅歲月裏，派崔克將自己嘅生命完全獻俾上帝。後來上帝幫助佢重獲自由，回到家鄉。幾年後，佢就自願嘅回到愛爾蘭。呢一次，佢唔再身負枷鎖，而係以一個準備將自己嘅一生為服侍他人嘅身份而嚟。因為對派崔克嚟講，遇到基督就係揾到生命中最寶貴嘅寶藏。正如喺馬太福音13章45到46節，主耶穌喺珍珠嘅比喻中所教訓：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，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，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，買了這顆珠子。派崔克明白呢顆珍珠就係主耶穌基督，為咗呢顆嘅珍珠，佢願意放棄一切。當上帝呼召佢回到愛爾蘭嘅時候，佢離開咗摯愛嘅家人同埋充滿希望嘅未來。喺佢傳道嘅旅途當中，佢遇到宗教領袖嘅反對，佢哋認為佢選擇咗錯誤嘅道路。佢仲要面對回到呢一片曾經視佢為逃亡奴隸嘅土地上所帶嚟嘅危險。現在讓我哋回到今日嘅節慶，再次互相嘅問候。派崔克畢生致力於上帝嘅工作，留下深遠嘅影響，以致佢嘅名字與愛爾蘭國家同埋文化節日緊密相連。但係佢生命中最有價值嘅，並非係佢嘅名聲，佢嘅心無比純樸。主耶穌基督係彩虹盡頭嘅寶藏。所以我哋每一個人都要面對嘅問題就係：為要與萬王之王相交，我哋願意付出啲乜嘢？我哋係唔係仲有一啲嘢係自己保留咗，
而唔係完全嘅獻上嚟去服侍佢。喺人生嘅終點，我哋係咪會似派崔克咁樣被稱為忠信嘅人呢？當然，當派崔克完成佢嘅人生旅程後，佢被迎接到上帝榮耀嘅同在中，無數人亦將喺永恆中與佢相交，因為佢為咗認識佢嘅主耶穌基督而獻出一切。正如喺腓立比書3章8到9節，使徒保羅咁樣講：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，看作糞土，為要得着基督，並且得以在他裡面。我哋一齊嚟禱告。上帝啊，感謝你今日提醒我哋生命中嘅寶藏係啲乜嘢？求你赦免俾我哋，當我哋將世上轉瞬即逝嘅事物放喺我哋心中最重要嘅位置。求你幫助我哋體認耶穌基督係最偉大嘅寶藏，比世上一切更加嘅寶貴。求你賜俾我哋一顆甘願順服嘅心，甘願獻上我哋所擁有嘅一切，使到我哋能夠過着討上帝喜悅、忠心於你嘅生活，直到我哋生命嘅盡頭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各位親愛嘅聽眾，跟隨上帝並非走輕鬆或者熟悉嘅道路，有時候上帝會呼召我哋回到曾經傷害過我哋嘅地方，去啟迪迷失嘅靈魂，要求我哋為咗基督嘅緣故放下一切。嗰陣，我哋是否敢於去尋找主耶穌，像生命嘅寶藏，放棄一切美好嘅事物，全心全意嘅跟隨佢呢？各位聽眾，祝你哋過着蒙福嘅新一天，明天再見。親愛嘅朋友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關主耶穌，或你有任何難處顧慮，想同本節目分享，歡迎喺下面留言，喺 Facebook 嘅專頁網址留言，或電郵至 chiase@oneway.vn。主耶穌愛你，本節目盼望可以與你聯繫。